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新一集動漫有聲書。今日會講《鋼鐵戰魂》第二季，劇情同對戰都會係3季最緊湊好睇。事不宜遲，即刻開始。喺第一季失去烈風天馬嘅銀河一直都冇精神，做咗陀螺官方主席嘅爸爸嚟到開解銀河。佢講無論幾優秀嘅工匠喺完成烈風天馬前都會有好多試驗作品，而當中作為烈風天馬嘅原型就被封印住，叫銀河去揾佢。所以銀河、阿元、健太就去古馬村揾呢個傳說陀螺。另一方面，陀螺官方舉行新一輪比賽，已經係好敵手嘅阿翼、阿柔又打到決賽。兩人對戰期間，有人衝入嚟，佢係自稱 No.1 陀螺手嘅角谷正宗。阿翼唔想同打攪比賽嘅人對戰，咁阿柔就奉陪到底。正宗嘅陀螺電光獨角喺移動時會突然消失再攻擊，唔再係版本之子嘅阿柔想用審判地獄，正宗就喺阿柔開技一刻打停佢。阿柔想再戰，但正宗講佢熱完身，其實佢係想玩銀河對戰，證明自己先係最強陀螺手。不過正宗知道銀河唔喺城鎮後就走咗。翻到古馬村，銀河佢哋見翻冰魔，一齊去洞穴揾傳說陀螺，但陀螺而家係一塊岩石。銀河行過去就感受到天馬嘅呼喚，佢唔係講自己點解咁需要呢個陀螺，而係想佢同自己享受對戰。陀螺就解開封印，佢就係銀河最型嘅陀螺，銀河天馬。銀河試天馬時發現佢好難操控，但銀河覺得咁樣先有馴服嘅價值。揾到你啦！終於都揾到你啦，江銀河！嚟啦，同我一決勝負啦！你係邊個啊？正宗再次介紹自己為最強 No.1 陀螺手，大家都聽到一頭問號。銀河問正宗係咪自稱 No.1？正宗解釋自己唔喺日本期間竟然舉行咗陀螺手大戰，而偏偏戴住奇怪頸巾當自己有對翼嘅銀河就贏咗。邊個攬住古怪頸巾以為自己有翼啊？所以正宗想打贏銀河做 No.1，銀河就接受挑戰，想測試銀河天馬。喺銀河天馬失控嘅情況下都打飛電光獨角。銀河3人離開古馬村時，冰魔就留喺古馬村守護家鄉。翻到去嘅銀河就不斷見到正宗嚟挑戰，於是就電光獨角啊！獨角！而健太發現正宗開始避到天馬嘅攻擊，不過正宗都係輸咗。健太跟過去就見到正宗做特訓，兩人認識後，正宗講努力係唔會呃人，下一次一定會贏銀河。你竟然真係夠膽應戰啦，江銀河！乜嘢夠唔夠膽啊？就算我唔嚟，你都打算嚟揾我噶啦！梗係啦，果然係咁啊！但今次天馬真係打唔中獨角。阿元分析電光獨角嘅底盤係橡膠包住塑膠，所以行動時突然好快，唔攻擊會變成持久型陀螺。最後正宗真係贏到銀河天馬。正宗講自己同獨角心靈相通，係唔會輸俾只靠陀螺力量嘅銀河。銀河而家先明白，佢冇感受過銀河天馬嘅心，只係想用佢對戰。銀河再發射天馬就用心必殺技天馬極星機。正宗都嚇到傻，銀河就多謝正宗提醒自己，但正宗第一個反應係我既然打敗咗你，係咁我就 No.1 嘅陀螺手啦！咪住先啊！你記唔記得你究竟輸咗幾多次俾我啊？根本就唔關事啊！無論輸幾多次都好，只要贏一次就係最強嘅新冠軍啦！係咁嘅話，你就再同我對戰一次啊！而家係乜嘢態度啊？應該要客氣啲講，請你同我對戰啦咁啊！你呢個人啊！基本上呢一季嘅節奏都係偏開心搞笑啦。講翻正題，變咗主席秘書嘅阿光同爸爸討論緊即將舉辦嘅陀螺世界盃。其實喺陀螺手大賽之後，各地嘅人見到銀河做咗最強陀螺手，咁樣反而令其他國家嘅人想爭取呢個稱號，所以就有今次嘅世界盃。其他國家已經陸續選出4人嘅代表隊，而日本選拔甚至未開始。喺陀螺維修站嘅銀河佢哋又喺度打鬧，突然有個中國女仔走入嚟交低挑戰信就走咗，信入邊寫唐人街等。銀河佢哋去到時就見到頭先嘅女仔美美同埋太監造型嘅李赤雲，赤雲就自我介紹係中國代表黃虎縱隊嘅成員，美美就係後備，主要嚟到測試銀河實力。正宗又想對戰，所以赤雲就講2打2，只要其中一個陀螺輸就會贏。過程本身唔重要，主要想講銀河正宗完全冇默契，兩人陀螺不斷對撞。相反有默契嘅赤雲同美美就持續展開攻勢，最後因為美美嘅陀螺被打出對戰盤，銀河正宗就贏咗。只係兩人都唔接受呢個結果，因為佢哋想打赤雲。赤雲就講正式比賽再見。咁日本代表選拔賽都要開始啦，比賽規則好簡單，有幾個比賽場地，只要喺限時內打低最多對手，最高分4個人就可以打淘汰賽，最後贏嘅2個就可以做正選，1個做後備。大家有冇奇怪點解4人團隊只需要揀2個做正選？因為爸爸，點解會變成咁噶？
就連對戰都唔使，但係就內定我係正選，咁好唔公平啫！你當日既然已經喺陀螺手大戰度贏咗，咁啊梗係正選啦。有冇搞錯啊？而喺時間結束時，頭4位低至高嘅排名係阿柔、正宗、阿易，第1名係邊個？咁就當然係京次啦。4強聽日打，黃昏時銀河講起京次贏咗就可以一齊打世界盃，明顯聽得出銀河真係好開心。而健太就落選，基本上今季健太都唔會有太多戲份。到咗下一日，對戰組合係阿柔對正宗，俾阿柔報一開始嘅一戰之仇，然後京次對阿易，收翻上季伏筆。第一場阿柔靠直覺睇穿電光獨角嘅走動同埋攻擊對方，而且佢都吸收咗審判地獄出技慢嘅教訓，所以阿柔先用音速彈卡住電光獨角，再出審判地獄。可惜正宗仲喺新手保護期，佢集中力量喺1點，使出指電一閃，直接打破審判地獄同埋贏咗對戰。阿元嘅解釋係純靠蠻力，真係輸得超冤枉啊！阿柔賽後阿柔承認咗正宗嘅實力，都識咗一個新朋友。喺第2場開始前，京次同阿易其實都係想進一步證明自己實力，只係動機唔一樣。京次係想同岩岩獅王登上更大舞台，阿易只係想證明自己同龍牙對戰時唔一樣，所以都想參加世界盃。兩人冇廢話，直接對戰。反而呢一場好一面倒，京次只係2招就打到阿易怕自己會輸，因為對輸嘅恐懼同埋對贏嘅執着，令阿易俾黑暗力量上身。阿易失去冷靜，開始用蠻力對戰，但鬥力量京次點會輸啊？京次就贏咗。銀河梗係衝過去恭喜京次，同埋講自己好開心可以一齊作戰。不過京次講，日本代表我其實一啲興趣都冇，出席選拔只係想俾你睇到自己實力去到邊，因為我盾神京次想打低嘅人只有你，幹銀河。京次就走咗，即係京次放棄咗日本代表，阿柔同阿易就打加賽決定正選。阿柔好清楚阿易嘅實力同埋招式，所以喺審判地獄嘅震動波變咗不規則波場，恢復冷靜嘅阿易順住波場攻擊就贏咗阿柔。如是者咁啱3個位置就可以俾正宗、阿易、阿柔3人加銀河就係日本代表鋼鐵銀河隊。喺晚上，銀河其實唔開心京次冇入到日本隊，但健太變興嚟到，叫銀河唔好垂頭喪氣，要帶住落選嘅陀螺手之心出戰世界賽。銀河答應咗都回復精神。喺銀河佢哋出發前，爸爸介紹咗今次加入日本隊嘅技術支援，咪就係我老，咪就係靚女阿元咯。爸爸就解釋賽制其實好簡單，分 A、B 組打淘汰賽，3盤2勝制，各組第1、2再打4強，贏咗就係世界第一。日本隊第一個對手就係中國隊，即係赤雲美美佢哋。就咁樣，銀河佢哋就嚟到中國。阿元講要收集敵情，銀河正宗阿柔都同意，所以佢哋就行下。係咁，熊貓呢？喺邊度啊？食下。熊貓喺邊度啫？喺邊度啊？行下。好啦，今日食飽又玩夠啦，係時候要翻去啦。冇錯。係見唔到熊貓喎。阿元就嬲啦，因為最後只係去玩，但銀河佢哋根本唔知道中國隊喺邊度同點樣做訓練。咁啱銀河佢哋就見到美美，問佢關於中國隊嘅訓練。美美反而怕銀河佢哋睇完會被嚇走，佢帶大家去到山上一個寺廟爆林寺，嗰度嘅和尚都喺度做艱苦嘅陀螺訓練。美美就介紹中國代表兼隊長嘅黃大祥，大祥就想同銀河對戰做熱身，銀河答應咗。大祥用嘅係防禦型嘅岩岩麒麟，喺銀河不斷攻擊下，麒麟完全冇變慢，因為佢嘅橡膠軸心可以吸收撞擊。然後大祥就叫銀河用全力，銀河就用天馬極星擊，但係正宗發射陀螺桿要對戰，大祥就玩夠收翻陀螺，並且期待同日本隊嘅對戰。事後正宗有講，大祥冇做任何攻擊，其實係想偵察銀河嘅實力同埋必殺傳技嘅威力。而家銀河佢哋先明白，比賽早就開始咗。喺比賽前一日，正宗去咗陀螺中心揾人對戰，突然有人用陀螺撞飛電光獨角就走咗。佢叫周星，係中國隊正選成員，但佢只係想俾身後嘅女仔睇到自己實力先玩陀螺。正宗唔接受對手隨隨便便，所以想周星認真對戰。周星拒絕咗，因為佢唔中意太熱血嘅對戰，影響形象。個性完全相反嘅正宗只係更加嬲。呢個時候大祥出嚟講，要周星喺正式比賽打贏正宗嚟證明自己先啱。周星答應咗。喺黃昏，中國隊公布咗出場順序，周星、赤雲、大祥。正宗當然想同周星對戰，所以日本隊嘅出場就變成正宗、阿易、銀河。到咗比賽當日，正宗、周星就開始對戰。周星擅長用太極拳射開攻擊，令到正宗嘅連環攻擊無效，電光獨角仲越轉越慢。周星打算收拾正宗時，正宗突然靈機一觸，集中1點攻擊，成功打到周星陀螺嘅一個缺口，令到周星陀螺失去平衡。周星亦唔想輸，開始認真，兩人鬥開必殺傳技，旋風青龍斬，指電一閃。
正宗係贏咗，但輸咗嘅周星反而得到更多女仔支持，名副其實嘅輸咗比賽卻贏咗世界，令到正宗唔忿氣，贏咗都冇觀眾支持。不過正宗都有銀河佢哋嘅讚賞。下一場對戰有啲劇情殺，係阿奕對上赤雲。阿奕一見到比自己強嘅對手就開始暴走，為咗贏再次激發體內嘅黑暗力量。銀河佢哋就覺得阿奕嘅樣好似聾啞一樣。赤雲已經被壓制，但阿奕最後失控，因為反作用力彈出場外，阿奕都暈咗。不過阿奕唔輸，銀河又點會同大翔對戰呢？最後一場比賽前，阿柔一早察覺到阿奕嘅問題，銀河就叫阿奕放心交俾自己。喺出場前，佢見到大翔，大翔講自己背負中國4000年嘅歷史，所以唔可以輸。銀河都唔知點反駁，比賽就開始啦。3、2、1 Go shoot！同上次對戰一樣，麒麟嘅橡膠鞭將天馬嘅攻擊吸收，既然橫向攻擊唔得，銀河就從上方用天馬極升擊，但冇受傷嘅麒麟一躍而上對撞天馬，再用橡膠鞭緩衝，同埋用反作用力彈開天馬，睇得出大翔係有所準備。場內觀眾都為中國隊打氣，大翔每次都係等天馬唔發動攻擊就追過去打，當銀河想反擊時，麒麟又會用橡膠鞭防守。呢個戰術的確令銀河陷入苦戰。大翔就講銀河一個人係冇可能打贏中國4000年歷史，而銀河就記起佢應承健太變慶，帶住大家嘅陀螺手之心去世界賽，對大翔講自己都有背負嘅嘢，為咗幫自己打氣嘅陀螺手同埋一齊戰鬥嘅日本隊，陀螺唔係靠歷史轉動，而係靠陀螺手嘅心。兩個人都使出渾身解數，天馬被打起，銀河再次用必殺轉技天馬極升擊，大翔就用爆碎擊破。銀河喺你同我對戰之前，千祈唔好輸俾任何人。我知道啦。真係超技！銀河天馬打爛咗橡膠鞭，亦打平咗麒麟，即係日本打贏中國，進入下一輪賽事。大翔好失落，自己成為中國歷史嘅污點。但周星佢哋講，中國歷史都唔會因此完結，以後大家一齊創造全新嘅歷史就得啦。日本隊嘅中國之旅都完結，銀河佢哋上飛機前，大翔有送機，基本上中國隊變咗好朋友。之後銀河佢哋就出發去中東，因為要睇同樣係 A 組嘅中東對歐洲嘅王者之劍隊，而歐洲隊只係出現一個人，佢叫凱撒，係個有錢人。凱撒講，3人只要其中一個打贏自己，就當中東隊贏，即係凱撒要1打3。佢用嘅就係重力鷹仙。第一局鷹仙嘅防禦模式好似戴咗頭盔一樣，對手根本做唔到傷害。然後凱撒轉換反擊模式，就變成美杜莎之眼一樣，令到對手陀螺喐唔到，再收拾對手。好戲在後頭。第二局中東隊兩人一齊上，凱撒冇驚過，而且鷹仙變咗左回轉，亦即係重力鷹仙係可以左右回轉嘅陀螺，凱撒又輕鬆贏。而日本隊下一個對手係俄羅斯，不過呢隊冇實力，主要係阿柔想揾一個人同自己對調，可以出場比賽。銀河正宗梗係唔想啦，阿奕就答應咗，因為佢驚自己又暴走，證明阿奕暴走唔係出於自願。去到正式比賽，第一場銀河贏咗，第二場阿柔出戰，佢嘅對手係一個計數天才，阿柔就有啲驚訝，銀河就講我哋都有個天才。最後阿柔贏咗，銀河就大叫贏咗啦！天才做得好啊！真係好中意呢季嘅角色互動啊！然後銀河佢哋就去咗希臘，想打探歐洲隊嘅實力。喺編劇之力下，銀河、正宗、阿柔就同王者之劍隊嚟咗一場友誼賽，分別係英國代表鬼仔、法國代表鬼妹同埋意大利嘅代表凱撒。鬼仔鬼妹都係用瓊怪，係凱撒嘅左右盾，三人嘅合作一下就打低銀河佢哋，帶出日本隊都係冇默契。食飯時，銀河問日本隊下一個對手係邊隊，阿元講係非洲代表嘅狂野遼亞隊，隊長就係用岩岩獅王。唔通嗰一個人就係？以上就係鋼鐵戰魂爆嘅第一集，我超中意呢一季，除咗故事簡單又直接，更重要係角色互動都比上一集嚟得自然。例如阿柔阿奕喺第一季都係最後先加入主角群，都準備大結局啦，所以睇唔到兩人點樣融入大家。而第二季就完美解決咗呢個問題。正宗雖然係新角色，但係個性率直又有啲自大，但又未到令人討厭嘅地步。不過佢真係好快。而作為對手，中國隊嘅描寫真係幾好，每人嘅背景都係獨立同立體，反而因為篇幅有限，冇時間俾我慢慢詮釋4人嘅故事。當然唔係每隊都寫得咁詳細同吸引，所以我跳咗俄羅斯，起碼證明咗編劇係有能力寫到有魅力嘅對手，只係第一季冇去做。再講落去真係停唔到，留啲俾之後2集啦。今集就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